我細個就聽人講過，澳門喺世界地圖上只係一個點嚟㗎，隨住年紀慢慢咁長大，慢慢發覺澳門真係一個點嚟㗎。不過呢一個點絕對唔簡單啊，因為無論喺你我眼中發生嘅小故事，定係身邊發生嘅大事，都有可能影響住我哋嘅將來。其實好值得我哋去深思了解。澳門點點點，生活近況，點到即止。大家好，我係高斯，你而家收聽緊嘅係 YM Radio。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 YM Radio。今日又係澳門點點點嘅時間啦，繼續有我 CA 同大家主持。最近澳門政府就又開始大手筆啦，有4億嘅消費大獎賞啦，又開始有個惠民政策推出啦。唔知大家抽唔抽到好嘅即係獎賞咁樣呢？咁其實今次嘅大獎賞啦，都唔係話第一次啦，咁已經開始有幾期啦。以往呢啲措施咧，都係喺一啲年中嘅時間啦，咁係即係希望藉呢個大獎賞啦，去幫助翻我哋本澳一啲比較即係本地嘅消費啦，所以就係話集中喺啲比較細型啲嘅鋪頭先會用得到啦，而一啲大嘅公司、大嘅鋪頭咁又因為唔係嗰個主要嘅支援對象啦，所以一如以往咁，其實呢個都冇乜點變。咁其實討論翻呢樣嘢，其實都覺得應該嘅，因為始終喺澳門嚟講啦，隨住慢慢雖然經濟慢慢復甦翻啦，咁但係睇到我哋好多嘅本地嘅鋪頭啦，都面臨住好大嘅困難啊，因為好多人都會選擇北上消費啊咁樣，或者透過網購嘅方式去買嘢啊，咁對於真正喺澳門裏邊消費其實係少咗好多嘅，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咁至於今次嘅大獎賞啦，咁就一如以往啦，都係以一種先消費，然後消費啲限額，然後再抽獎嘅機會咁樣嘅方式去進行啦。而今次有少少唔同喎，我相信大家到呢個時間咧應該都會清楚噶啦，但係都同大家講講喎。咁喺呢個新期裏邊啦，咁我哋注意下就係話，原來咧喺星期5、6日咧，咁去即係購物啦，買滿50蚊嘅話咧，咁就先至可以得到個抽獎嘅機會。而抽獎完獎之後咧，係星期1至4去進行核銷嘅。咁呢個就要同以往少少唔同，咁重點係在於係希望個方式就係你刺激一下禮拜5、6日留澳消費呢一個嘅狀況啦。因為以往平時可能1至4咁樣抽咗券啦，然後去到禮拜6日先至去用嘅話呢，咁得2日用好似太少咯，都未用得切，咁咪看啲券就過咗期浪費咗都未定。但係今次咁樣嘅安排反而覺得又幾好喎。又可以吸引到我哋澳門居民禮拜5、6日就留低喺澳門度消費，而跟住去到1至4咪慢慢用咯。咁用翻喺日常生活裏邊呢，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唔錯嘅。咁事實上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啦，即係每一餐飯都有得個嘅幫補喎。咁其實真係一個幾唔錯嘅安排啦。所以喺今次嚟講啦，成個優惠上邊啦，除咗話一啲基本頭先所講一啲抽券，然後跟住就去用啦。你用嘅時候就以一個叫做滿3倍嘅方式去進行。咩意思啊？即係話，例如有30蚊就用，你可以用張10蚊嘅券啦；60蚊就用一張20蚊嘅券啦，如此類推。即係你去到300蚊嘅話，用100蚊券；600蚊嘅話，你就用一張200蚊券。用一個咁嘅方式去進行啦。咁以往其實有好多得意嘅嘢會出現，我就話唔知咩時間會抽啊，會抽到啲大額嘅券多啲啊，有好多呢啲嘅唔同嘅傳聞出現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就話以前有啲傳聞就係話我一開始抽時候最早凌晨咁就開始去網購一啲嘢，咁就可以開始抽啦。一抽到大額會多啲喎，咁係咪咁嘅呢？咁其實之前喺政府人員喺宣傳上邊都有提過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就應該唔係嘅。咁所以就話可能個機率高啲，但係其實冇乜直接關係嘅，可能感覺嚟嘅啫。呢啲係咁。而另外啦，維持翻上一次啦，對於長者啦同埋殘疾人士嚟講咧，都有一個直接嘅500蚊嘅紅包啦。咁呢個都係非常之好嘅，即係直接對於啲長者殘疾人士嚟講咧，都係啲好嘅幫助啦。咁而且另外都好方便到啲長者殘疾人士，就係話
唔使特登去某啲地方去預約啊，去地方填表先能夠攞到呢個嘅援助。咁你只要有一張係你實名嘅澳門通卡啦，咁就其實去到一啲指定嘅地方，就包括可能便利店啊、圖書館啊、為政府嗰啲綜合服務大樓啊，或者好多洗浴中心都有噶啦，喺度拍一拍卡，咁500蚊咧就直接入咗張卡裏邊噶啦。咁點樣用啊？咁長者們就要留意下啦。咁如果張卡嘅用法咧，就係話會納減咗一半嘅錢嘅，即係嚟每次消費嘅時候，你出一半，政府同你出一半，直至到嗰500蚊用晒為止嘅。咁呢個就要注意啦。所以就係用嘅時候咧，要急於嚟用啦，因為領取呢個500蚊嘅期好長嘅，真係唔使話第一時間一有就即刻趕去排隊啊咁樣，係唔需要噶。而且都同所有屋企人都講下啦，如果家中有長者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幫佢攞張卡去到就近嘅地方拍卡都得噶，咁啊避免咗長者們要自己去到舟車勞頓咁去拍卡啦，係咪？所以喺呢個時間裏邊啦，見到咁多嘅優惠啦，咁其實唔淨止咁簡單嘅喎。除咗呢個優惠之外，當你有進行呢個抽券啦，同埋一個核銷咗之後咧，仲會有一個每個星期啦，同埋一個終極嘅大抽獎嘅喎。不過呢個就睇下大家嘅彩數啦。咁就我身邊就冇乜人中過嘅，咁所以又唔知呢個嘅終極大獎應該就唔係咁容易中嘅。不過大家即管就睇下自己運氣啦，反正都要用噶啦，係咪？所以就喺呢個安排嚟講咧，我相信政府特登喺呢個時間去做啦，咁亦都睇到個需要啦。喺暑假之前呢，都喺度愛嚟穩定一下澳門嘅經濟先，因為等到暑假再嚟嘅時候呢，我相信可能有大批嘅遊客啊，或者有其他嘅唔同嘅活動啊，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嘅消費嘅。所以我相信而家呢段時間裏邊啦，咁政府就會用唔同嘅方式啦，去穩住澳門嘅經濟啦，即係希望都令到我哋澳門市民呢可以即係生活過得好一啲啦，係咪？好啦，唔知道呢一時間大家又有冇其他嘅諗法呢？所以今集啦，我同大家分享咗啦，澳門消費大獎賞2026嘅一啲嘅詳情啦。咁希望大家今期裏邊咧都可以抽到大券啦，同埋可以用得開心嘅。咁我今日節目到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